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2早起新闻，我是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天气，今日也是湿湿冷冷，对明仔开始就会较好天啊。一直到拜5礼拜，会有一阵大陆冷气团到归，方面通过这北部、东半部都有要开始落雨啊。低温佮加上水汽有够，昨下晡5点外，玉山开始落雪，气象站也真做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气象署预计今仔日日时，三星公车关山也是有落雪的几率，这是因为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早暗有较凉冷，关山落雪，北部的民众是对湿个冷特别有感觉。你湿了之后，就体感温度会比较低嘛，湿湿冷冷的不太舒服。不过，对着冷气团减弱，天气的形态也会转变。拜2日时开始回温，转做稳定。拜3到拜5日时，各地侪云好天，敢若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可能落雨。拜5暗到拜6，对着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落南，中部以北、东北部甲东部会搁再变天。礼拜5晚上到礼拜6的时候，那时间会有另外一波锋面通过，那后面也是会有大陆冷气团南下，所以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天气是会明显转冷的。其他地区可能在礼拜6的下半天开始也会感觉到开始变冷。咱若拜5、拜6这波冷气团，敢会比顶一道要更较强？气象署也提出上新的评估。我们预估可能跟这一波的冷气团强度相当，或是再更强一些所以可能造成的低温可能会在礼拜6或是礼拜天，可能在礼拜天的时候温度会再更低一些。那也有可能北台湾的气温普遍来到13度左右。气象署提醒，这礼拜天气较稳定的期间，中南部早暗温差也是真大。回温的时，要特别注意蒙雾，也是较加云，影响到能见度。赛车也要加注意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今日各地早时甲暗时拢会较寒，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拢较高落雨。咱来看分图。受到冷气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低温是13至15度，南部花东是15至17度。今日这冷气团就会豆豆减少，尤其是这南部高温可能会到25度，温差真大，嘛提醒观众朋友都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台北市大安区一个70多岁阿伯去为着汉他病毒过身，这是台湾这25年以来第一件汉他病毒死亡案例。台北市府嘛表示讲，对这礼拜开始会开始全市的大摒扫。台北市70多岁老先生感染汉他病毒死亡，有里长特别设临时办公区，那民众需要地引起厝内底掠鸟器，环保局2摆出动到各县徛街附近清消，周边掠鸟器检测作业甲抗药拢完成。好像没有到很有成效，因为还是会看到，就是不管任何时候都会看到。应该会比较好吧？比较好。对，但我没有我知道这件事啊，但我想应该还好啦。1978年开始，南北市市全国白手州政策由各乡镇市公所发白市道年后每一户，暗过后续因为鸟鼠用药啊，间接是不能影响禽鸟。2015年迄时阵的农委会决定取消统一封地期，回归地方自治。各里办公室也拢准备鸟鼠药啊。台北市环保局指出，因应汉他病毒死亡个案，这礼拜开始会个会同卫生局区公所进行全市环境整理，来做一个比较强力的一个环境整顿。民众同步来进行一个家户的一个内外的一个清洁的一个作业。这摆个案出现在台北市大安区，有人烦恼大安新民公园有真侪碰瓷，是不是有传染记录？医术分析汉他病毒高风险区是密闭土沙地同风败的所在，公园是开放空间。松鼠它的一个情境是说，在公园这样子比较开放流通的环境、封闭环境、下水沟，它的分泌物所传播的环境是有所差别。疾管署提醒，要过年咧大摒扫，若发现有此类的排泄物，应该先挂喙安、手冷手笼，甲拍开门窗，也掺水的漂白水消毒作用30分钟了后，摒扫，免用气蒸气才被病毒飞伫空气内底造成传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台湾虎航拍俗价机票一张799块起跳，不过才卖一天尔就讲取消大量机班，讲是因为资源调度。民航局表示，最近因有机师离职，所以飞行机的班表有调整。再来看《联合报》，AI 人工智慧带动相关的记忆体甲电子零件，对去年下半年开始就咧欠货。民众今年若想要换手机就要有起价心理准备。
最后是自时报，民众党6月不分区时节，明仔换新人就任，其中就有也未放弃中国身份的中国配偶李正秀。有一个官员是表示讲，若是内政部认定讲伊的就职不好，安尼伫咧立法院的质询，就唔免甲回。继续来看这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不分区时节要去选新北市长，竞选总部创立，这赵少康嘛去甲斗相挺。讲到国民党的新北市人选到当时也未瞧好势，到底有要合作无？赵少康是讲，这南甲北两边可能3月就开始参详。新北市长黄国昌让新北更有型。支持者大话市长号，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宣布参选新北市长，在竞选总部开幕，包含前主席郭文铁、多位党籍立委、关市议员拢出席，塑造民众党大团结。引来国民党重要人士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是最后来出现徛台，却是伫致辞时讲到国民党甲民众党合作，可能会第3个协商引发注意。两大党的合作，我们是开大门走大路。基于实践这些政策价值的愿景，我们写下承诺。3月的时候可能要跟民众党来协商，那时候再决定到底是谁，不管是李四川还是黄国昌，我想总是要最能赢对手的啦。来出来。国民党新北市长人选也未确定，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甲新北市副市长刘和莲拢有意来参选，外界关心什么时阵会出现两人来会面。另外，代表民进党参选的立委苏巧慧最近动作真接，启动绿箭，由在地立委李坤城也有前立委陈碧伟陪同到沙丁堡的市场去拜票，也甲大家来拜年。得到越来越多不分年龄、不分党派的市民为我加油、为我鼓励，那真的是非常的温暖。那也说明了我这10年的政绩呢，真的是有得到大家的认同。讲到稳重对手李四川，苏巧慧强调，以长炮当作底炮冲刺，规路航亚舰、空舰同步进行，下礼拜也提出政见来争取市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回答的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拜六正有合作的大头家做伙食饭，也这外界是烦恼讲，台湾去投资美国会造成供应链离开台湾。黄仁勋是强调讲，这是顺应需求、全球布局，唔拿台湾甲是唔拿这台湾甲美国是全世界即马拢咧拼做 AI 基础建设。甲咧等的民众亲切挨沙子个签名，也个为家后成军，带黄仁勋的遗孀到饭店门口，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来台湾4天，31暗时各做调研宴，邀请供应链厂商伫台北上山区餐厅，有发射董事长施宗长、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广达董事长林百里，黄仁勋也个展现对供应链优化高度期待。NVIDIA won't be possible without Taiwan. And there's magic in this island. The companies here have extraordinary technology. They have incredible culture. They have a work spirit like you never know. I think that over the next 10 years, TSMC will likely increase their capacity by much more than 100%. 表达未了的感觉，甚至也有烦恼。不过也展现甲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的好交情，因为回答新一代 Vera Rubin 进入量产阶段，其中关键6种无同款的晶片，要靠台积电助力。不过对市场的烦恼，美国要求台积电转移40块半导体产能，黄仁勋认为全球化布局是顺应需求。被问到台厂货币的时阵，伊强调是人类史上上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扩张初期，那是代表 AI 基础设施会在全球各地建立，所以出现晶片工厂、电脑制程工厂甲 AI 工厂3种全新的工厂形态。台商未来10多年会积极的投资美国的供应链，最主要也是为了因应美国 AI 基础建设未来会庞大的成长及需求。专家提醒 AI 基础建设分析战术，包含基础电力、晶片甲电脑制造分段甲 AI 软体应用。目前台湾大部分厂商是晶片甲电脑制造阶段 ，AI 软体应用也是逐项之一。爱尽力对照，才能对产业推进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中东的情势紧张，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经部署伫咧阿拉伯海。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尼嘛警告讲，若是美国敢出手，
安尼就是开战。 حالا این آقا هم همینطور مرتبا ادعا میکنه ولی ما ناب آوردیم و چه کردیم و به نظر من ملت ایران رو از این چیزا نباید ترسوند ملت ایران تحت تأثیر این حرفا قرار نمیگیره از برخورد حق نمیهراسه ما شروع کننده نیستیم ما به کسی ظلم نمیخوایم بکنیم به کشوری حمله نمیخوایم بکنیم اما در مقابل اون کسی که طمع داشته باشه حمله بخواد بکنه اذیت بکنه ملت ایران مشت محکمی به او خواهد زد 这是伊朗反政府抗议了哈梅尼上严重的警告。另外，这哈梅尼进前嘛捌承认讲，这抗议是为着经济诉求，即马煞认定讲这场抗议行动是政变。 煽动叛乱，恐惊会去判死刑。也有这国际世界烦恼讲，可能有大阵的示威者会去处决。呀，这美国是一方面避战，一方面甲伊朗来外交谈判。不过，就伫咧外界咧要美军当时会对伊朗来动武的时阵，伊朗的两大城市所发生那像是雅斯爆炸，造成6个人死亡，佮14个人受伤。 爆炸现场乱糟糟，路透社引用伊朗媒体报道指出，这爆炸造成2人死亡，14人受伤。事发的所在伫咧伊朗东南部的阿巴斯港，拄好是固守荷姆斯海峡，是伊朗重要货柜出入口的门户。也来同一天，伊朗西部瓦郡伊拉克边界阿瓦市也传出爆炸，造成4人死亡。尽管警察单位初步研判，2件爆炸拢是雅斯外泄引起的，以色列强调甲爆炸案无关系。不过，伫中东局势紧张的时刻，也是引发外界真侪联想。像美军除了林肯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到阿拉伯海，并且继续接受战备补给，自从欧洲的国营军机也赶往中东来支援。 包含美种战机 F-35、空中加油机 KC-46，也有专门予敌人袂冷袂冻的防空系统的电子作战机 EA-18。也毋过，对着各方伫要讲美军什么时阵要动手，美国政府是拢不爱讲。We do have very big, powerful ships heading in that direction, as you know. I can't tell you, Okay. But I hope they negotiate something that's acceptable. Saudi Arabia's defense minister reportedly said that if the U.S. backs off a strike, that will only embolden Iran. And what's your reaction to that, sir? Well, some people think that, and some people don't. If you could make a negotiated deal that would be satisfactory with no nuclear weapons, they should do that. But I don't know that they will. But they are talking to us, seriously talking to us. 外电报道指出，川普认为，若是伫外交谈判的同时涉入军事行动的计划，会破坏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前景。因为伊朗一直以来的盟友罗西亚总统普廷进前伫莫斯科接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拉里贾尼。会后，拉里贾尼指出，开战对美国甲伊朗两国家整个中东拢无好处。 Конечно, мы все внимательно следим за тем,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ейчас на иранском треке. Все эти вопросы мне бы хотелось с вами обсудить не только вот в таком широком, но и в узком составе. 根据以色列时报讲话，拉里贾尼强调，就算军方讲要改变落去，甲美国谈判依然是有进展的，希望使改变这个紧张的局势。国际新闻，徐嘉玲编译。 阿富汗伫咧过去1年当中，有超过250万人因为战乱走出国，走去伊朗甲巴基斯坦所去用遣返。当地是欠资源，这百姓要其失当。联合国相关单位就警告讲，有差不多1700万人拢面临着欠粮的危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布棚内，一个被靠等咧个棚，这是因今仔日唯一的一顿。 حالا همیشه باد میشه باران میشه فهمیدی چی میشه خب مجبور هستیم بچه خود بغل خود میگیریم زود باشن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بچه گریان میکنن که بابا سرده یخه اینجوریه اونجوریه خب مجبور هستیم میگیم باشیم چیکار بکنیم 这个人因为战乱倒去伊朗，不过去年去用逮捕，强制压等于一暝就失去所有的家园。این 2 روز شده و خدا 2 روز گشنه ماندیم 2 روز گشنه ماندیم به خدا 50 رفت داشتم 50 رفت رفتم نان یخ گرفتم به بچه خود آوردم همونان همه قبر بچه ها دادیم همه قبر بچه ها دادیم که بچه ها مقصد میگیم برو مرد میتونه بزرگ میتونه تحمل کنه 世界粮食计划署指出，
过去一冬，互伊朗甲巴基斯坦遣送登阿富汗的超过250万人。伊朗谴责阿富汗是以色列的间谍，而且雄雄增加1/10的人口，互原本就因为可汗甲战乱引起的阿富汗粮食危机全面爆发，1700万人冻得腰巴肚。Well, hunger is rising at an alarming rate here. 1/3 of the population are experiencing acute hunger, and that is 3 million more people than last year. 唔那欠牛囡仔营养不良的问题嘛也悬。Last year in 2025, we saw the highest surge in malnutrition ever recorded in Afghanistan, and sadly, the prediction for 2026 is that it's going to be worse. 发放援助物资的现场总是白乐乐等的人，不过会当睇到的只是少数。يعني من دفعي أولا كده نمي قوشة بيشها كم تقوشنا وتشنا خاوي كاسزمو إن صداي مننا مش نودي أنا موري ديك دروازة كي يجاك خدا خبراي 阿富汗移动一个腰巴肚，世界粮食史说是卡湖难为，因为美国总统 Trump 上任了后，减掉援助计划，说来长吹，只是人命关天。联合国搁一届呼吁国际紧来援助，共同对抗这场饥荒的战争，帮助阿富汗的人渡过寒冬。公司新闻林义竹编译。英国首相斯凯尔访问亚洲，去到日本，甲日本首相塔开一见面。这双方讲会伫咧安全保卫加经济贸易等关加强合作。也另外一方面，唔那是斯凯尔，包括这南韩总统李在明、加拿大总理卡尼，最近嘛拢小刷拢去访问中国。或者是表示讲，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加意识形态，互未少国家拢感觉讲爱做后路。日本首相高市早表亲切握手等现双方互动友好。英国首相斯凯尔展开亚洲行31到东京会谈了后，双方同意将日英合作提悬到新的高度，各共同致力伫关键矿产，也就是稀土的供应链多元计划。経済安全保障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文脈では、重要鉱物の輸出規制への国際社会の懸念が高まる中で、重要鉱物を含む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強靭化のために、同志国全体で連携していくことが急務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So we have a clear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free and predictable trade and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to ensure our businesses can thrive in a turbulent world. 斯凯尔顶一站就是中国，至到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争取强化中英贸易投资。英国国内对斯凯尔访问中国也批评，不过唔英国南韩总统李在明、加拿大总理卡尼等领袖今年前后访问中国，或者分析甲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战有关系。自力救济，自求多福。原本都是美国的很好的盟友啊，他们全部都信心动摇。那信心动摇的话，那他们当然要另外找寻他们的出路。川普的关税政策，台湾目前争取15%对顶关税税率，加232条款优惠待遇，被看作是比日韩较好。总统大清点册为北加州台湾同乡联合议会录影地时，望应加深台美合作。咱不只是守住台湾的利益，更加为台美经贸合作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台美关税决定了后，以及关系国会在野党发出严审，执政党用南韩关税国会无通过条款规例，画下条约合作，新会期关税审查攻防，大家拢关心。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法国人平均逐个月上无都爱开50点钟伫遐咧飞手机啊，有一个创业家就发起一项挑战，邀请大众甲手机啊内底社群媒体拢总抬掉，爱尽量出门甲人互动。Dès que je me lève, je suis dessus. Quand je m'ennuie un peu, je suis dessus direct. 手机啊是即马真侪人的基本装备，老人掠着空胖，就一直咧看手机啊，时间一个久长，会致使袂当专心，佫会影响身心健康。法国一位创业家指出，法国的民众平均逐个月拢会开超过54点钟看手机啊，所以伫法国、英国、西班牙、美国联合发起关机2月挑战，邀请大家伫今年2月摕掉手机啊社群媒体1个月，甲现实的生活找回来。Faire brûler, c'est pas du tout une punition, c'est pas du tout un sacrifice non plus. Ça demande peut-être un petit effort les premiers jours, mais c'est une célébration de cette vie en dehors des écrans, ce temps retrouvé. C'est vraiment une action à travers laquelle on veut redonner le pouvoir aux gens sur leur attention
sur leur temps。活动的发起者指出，参加挑战无表示几个月拢袂当上线，若总有联络的需求，又是会使使用电脑版。伊表示，只要透过改掉背手机的习惯，重新投入现实的活动，无论是散步、料理，还是困一醒，都会当大大改善生活品质。Non, tout n'est pas acheté, mais la réalité aujourd'hui, c'est que 98% du temps passé sur écran et du temps de divertissement dans des systèmes qu'on ne maîtrise pas et qui sont puissamment addictifs. 唔那民间团体、各个政府拢开始注意到新地各个发展的青少年，面对社群媒体危险内容，真简单就受到伤害。法国才拄伫下议院通过法案，按算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群媒体。澳洲的类似政策早就伫去年就已经上路。社群媒体虽然甲人的距离究近，但是短暂强烈的刺激，却互人身心真疲劳，而且无法度脱离。关机2月挑战的用意，就是提醒大家，现实生活当中阁有真侪美好的人事物，值得你甲目睭对手机刷开，好好去眼界一下。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巴基斯坦军警部队伫咧西南部的巴鲁基省发动这反恐行动，讲已经打死145个受到印度支持的恐怖分子。土耳其一台巴士冲出路面兵车，造成8人死亡，26个人受伤。目前推测可能是甲天气甲超速有关系，事故原因阁爱调查。日本一个厨市场发生重大意外，一个22岁外国旅客去厨市场的缆车流浪吊伫半空中，硬瘫咧行，送医医院关是救无转来。做兵做一冬，若引进美军训练，行政院报告指出，今年开始，这做兵会变做步兵营，爱落基地参加联勇实弹操演。这学者嘛表示讲，这是加强义务做兵的作战能力，甲志愿军官做伙担当守护国家的重任。火车红准火箭弹精准拍到目标区，又南透过实弹射击展现训练成果。今年期义务役经过真侪项改制，行政院上新施政报告显示，今年期义务役为今年开始变做步兵营，配合志愿役为主的练兵旅，政府三军联合火力实弹测考，各叫做联勇操演。后备战力的纵深，不仅是有200万左右的后备兵力，更重要的是这200万的后备兵力是经过妥善训练，并且熟悉新式装备、新式战术，以及与志愿役组成的主战部队有合作经验、合作默契的啊。议会认为，这是义务役组成的守备部队甲志愿役组成的作战部队，进入战略整合的新目标。义务役步兵营的联勇，爱接受更加高强度的实战化训练，或者分析国军新型台海冲突，防卫无前后之分，国军作战大大走向攻守一体。对于解放军来说，他也会去优先会去打击这些主战部队，所以作为一个我们现在防卫来讲的话，已经不能用过去传统的防卫的方式，说守备旅往前推，然后这个主战部队往后收缩。最后再去进行一个反击。现在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攻守一体。距离5.5海里，有船只闯入。中共是照周边国家中国海警法14个年，成为将前期海峡内海化。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中国海警第一摆公开伫钓鱼台执法会面，虽然敢若短短几秒，暗过中国海警船技术伫22海里领海范围，甲钓鱼台抗做伙也引起关心。反在中共恐吓，各组畅水南海军号负责水下作战当中，已经完成2摆畅水。港会秘书长吴钊燮公开海军号咧畅水的相片，象征咱维系的能力，搁行出重要一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高雄乌来沙仑派出所火烧，消防局是出动9台车，22个人去拍火。这火伫半点钟内就拍花，初步判断讲是2楼烧拍电所来引起的，加在1楼抗装备所在是拢无代志。高烟里对见到玻璃楼的窗仔一直冲出来，附近的民众赶紧出来关心看卖。好大哦！对另外一个所在看去，规栋建筑物拢互乌烟大调咧，隔壁巷仔内底住户也拢闻到这个臭火大的味。看到的情况就是已经冒黑烟了。烧多久不知道，但是就是它灭火的时间是蛮快的。太北冰叫臭毛吗？很臭啊，塑胶味很重啊。一开始是先闻到味道，然后我们也没有去多想什么，是后来是烟越来越大就黑烟啊。
现在发生伫7月中到12点外，受到关心的是因为地点伫乌来分局的沙仑派出所，消防队接报了后出动9台车，22人去拍火，火伫半点钟内底就拍熄。初判导火所在是2楼的房间天棚，敢是电线小拍电烧起，加在警用的这个线骸装备拢放伫1楼的警械室，无去烧到。烧毁同仁的寝室，损失大约5万。楼下的装备均未受损。沙仑派出所属为小型的派出所，含所长在内，总共6个人。礼拜有3名警察来值勤。案发时拄则完成交接班的警察去楼顶的房间时，发现天棚乃青烟导火，随提灭火器想要甲拍熄，当时通报消防队来支援，其他人也赶紧撤离。后来分局讲，小小配合消防单位的调查，并且全面来检查其他派出所用电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看，台中5车有民众因为去互家己饲的狗咬着伤，有狗受气，怎拍狗来出气？动保处表示讲，会依照动保法来处分，目前嘛已经甲狗暂时安踏。乌狗叫甲真凄惨，真大声，徛喺内底即个穿乌衫查甫人提棍对乌狗身躯一直拍。乌狗行到金币伫边啊，规个拍狗的情形，拢互看袂落去的民众来翕落来，并且报警察来处理。我是听到蛮久才起来看的呢，因为我就觉得有异样啊，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看起来黑黑的，就打它。哦，就把它抓着就打它。狗梗爱叫啊！台中市动保处1月3日暗时会同警方到现场。主人承认讲，3日暗时因为互饲2年的乌狗，甲脚咬着伤，一时真生气，才动手甲拍。动保处当场甲狗仔铐来，并且送动物病院检查。犬只送医后，发现眼睛左下角有受伤，已进行适当的医疗处置。令有关民众质疑扣留犬只与影片受虐犬只不同，动保处将持续与警方合作调查厘清。动保处讲，主人超工伤害狗仔，也无办理宠物登记，也无甲验调，依照动保法，相当会使罚大票34万，并且甲这主人列做禁止饲动物的黑名单。对着伫私人的所在虐待动物，动保团体认为讲，动保法的新修法提案内底，对着动保检察员的这个职权加强是相当重要的。这个案件是刚好被发现，可是除了这样的一个案件之外，台湾到处这样的案件是不见光的，就是默默的就发生，但是也因为它在私领域，我们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觉得动保法这一条修法是非常重要的。动保团体也讲到，饲鸟狗这宠物的比例是逐年拢伫增加，民间真希望再设置动保警察，才法度更加专职，也更加专业来处理相关的这个虐待动物案件。记者综合报道。刚会看新庄庆安那棒球场摆落比赛，所有几啊只狗走去球场咧共局，害这比赛只好暂停。这在地人是讲，这已经毋是头一届啊。动保处是表示讲，会去调查这个狗敢是有人饲的，若有，就依法来处分。比赛拍到一半，雄雄一阵躁动，比赛赶紧喊停，因为有一只黄狗走进球场，冲向另外野手，乌狗落在后边，也甲球员赶紧走，毋过早就有人被咬伤，许多破坏安静及害队友赶紧赶走。一人被黄狗追，一人被黑狗追这样子，然后就一直拿球棒去做驱赶。影片发生中的前一局的时候，已经有个友队已经被咬伤。转头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只正朝这边冲过来，我当下就吓到，就赶快跑。在新北市新庄，迄时阵2支球队伫和平公园的庆林球场咧比赛，差不多是伫1月31早起11点外，雄雄互狗仔咬着，无奈原来拍球，原来爱个细致，狗仔过来咬人，大家怀疑是流浪狗咧攻击。有10几只有了，都躲在那个树林里面，那个靠近大汉溪，出太阳它会来晒太阳。你在这边有看过流浪狗之类的吗？都是后面那个脚踏车步道啊。案发的球场4个围网已经破起分家，当地民众也讲有看过流浪狗，也有人在运动时阵互狗一直捉，不过动保处则就通知到场，狗已经无在现场。如果有饲主饲养、输送或有管理不当的情形，将依照动保法来开罚。若为游荡犬只，也将会进行收容。
即摆有问题狗啊、受人饲也是流浪狗，爱个调查。动保处提醒，若是拄到流浪动物，爱尽量减少对立，连通凊彩干饲，避免这狗群自做伙，生拖出更较侪流浪狗，甚至有环境垃圾这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根据林保署的统计，伫咧去年2025年有掠到26万只车路灯，是比前年搁加3倍。这车路灯是有够团的，各县市拢培训民众来斗掠。若伫咧高雄路民众家己要去掠车路灯，煞无细离口高压电着烧起来，送院求救。土海草后悔烧甲草灰搭，地点在换大扫石化林园厂的石化1路。1月31日将近5点，警消接到报案讲发生火警，出动人员到现场发现受民众去电着，引导周边的草。为一名22岁周姓男子欲抓利略西，使用长杆套索误触电线，周男身体遭伤，意识清楚，送医救治无生命危险。22岁姓周的查甫人，迄时阵徛伫排水沟河南顶园，提出长高套索要掠车路灯，疑似无注意管道。所去卡到6万9千伏特的高压电线，真希望逼出火光，场面真惊险，连带影响4户工业用户，总共停电314分钟。后续调查原因交由本局火调科厘清。林保署统计，2015年全台移除26万只车路灯，比2014年加3倍。东西区屏东有超过13万只，高雄6万多只。南部县市也培训民众去掠。根据了解，姓周的查甫人是合格车路灯的蜡人。农业局表示，会加强安全宣导，呼吁民间蜡人协助掠时阵，要注意作业环境甲自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马潭溪崩山湖做大水，这水利署为着要拖马潭溪这条水路起报关，目前是有真侪沙石车伫遐作业，不过这沙石车出入入，规个土沙是硬碰碰，嘛引起在地民怨。车驶过大高线，即要到马潭溪更便桥时，4个位的环境拢无污，土粉夜飞问题引起民怨。公路总局派一个抓水车来抓水，车子一过去了，就灰尘满天飞了。开车也不方便，还有说呼吸对人体的健康也有影响啊。水车不够了，它一天有时候刷2次，这样也是不够。民众认为这土粉大部分来自马潭溪乌土沙的沙石车，sản出工区了后，把这个土菇带出来。因为这个土菇即要打起了后，车驶过就会土粉夜飞。乡民随摆定情，确实无一个单位会使协助来处理。我找了乡公所，他说不好意思，这是地方。我们找地方，不好意思，这是中央政府。所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你们就是叫政府。水利署讲，伫大高山顶边驶过沙石车，其实也有其他的单位，而且所管沙石车也拢是空车，才好多驶出工区。也不过公路局是认为讲，车拢要经过洗车台洗过了后，才好多驶出来。所有乌沙经过所在，拢必须要落实执行。比方说去加油，或者是出去采买等等的，那他可能要离场一下。那他离场的时候，他就必须要经过洗车台的一个清洗，然后保持车子的一个洁净跟轮胎的干净。出境车辆尽量走河床，好 OK 啊，但是它还是会有再快时啊。你卡车如果说你有5、6个地方出来，你只有设一处的洗车台有用吗？花莲县环保局讲，已经伫个乌沙便道出入口顶开联合的客沙，是毋是有设置洗车台？结果无符合标准，法公部门要求发包单位5天内底改善，若无依法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大家运动，政府即马有推出运动币，1份500块，限量60万份。只要是满16岁，就会使登记参加抽签。伫咧2月12日就会公布抽签的结果。为落实全民运动的政策目标，运动部将青春动资券转型做运动币。南湾16岁国民拢自己登记限量60万份，每份500块的运动币。我们希望透过这一点点的鼓励，能够去引导我们的民众多做健康的行为，因为健康行为的调整跟改变，才是促进长久健康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运动币除了用做运动看比赛，还可用买装备的用途。相关用只用200块买运动衫甲用品。民众普遍认为运动币是好的政策，也可希望竞标用够增加。被告知说有这个可以去申请，我会再去跟别人讲，可以宣传一下。我是觉得没有到很多，我说
金额上面，所以就觉得还好。有，但是因为它是针对像国民运动中心，所以我是直接月费健身房，所以就帮助就比较少。对运彩协会呼吁，运动杯应该将运动彩券也纳入使用范围内底。运动部强调，运动杯是为鼓励国民运动，引导民众加做健康的行为，买运动装备也应刺激内需，所以不将运彩纳入使用的范围内底。记者综合报道。要过年啊，台北年货大街嘛已经开幕啊。今年禁止食薰的范围对迪化街要扩大到四边的巷啊。也伫咧大稻埕码头5号水门的所在，嘛有另外设一个下当食薰的所在。政府嘛表示讲，若是违规偷食薰，上当是会当罚到1万块。袂使食薰的哦，市场内底甲外口食袂使食薰的哦。开始说年会大会进前，李长生提醒大家，这团是对待中国台北的团员。台北市年会大会今年第2年推行禁薰的政策，范围对主干道扩大到4块位的巷仔。礼拜早起实际到现场行一转，巷仔内底要求民众伫食薰。去年是他们都会躲到巷子里面去抽了，对。今年就几乎都没有看到了。往年的部分走在路上可能都会有烟味，尤其又有小孩，我觉得这是比较不方便的。那现在的话禁烟的话，我觉得就是整个空气的话是比较清新一些。这边开放式空间，当然是不抽烟，也不会有乱丢烟蒂的问题啊。店家甲游客对着禁薰范围扩大，拢是肯定。台北市商业处指出，已经公告2026年台北年会大会对1月31开始到2月15，每天早起的8点到暗时的12点，拢是全面禁止食薰。若违反的会罚2000块到1万块罚款，31款到10外人，总共开出2张罚单，会继续来加强查缉。每天会有5个相关的局处呢，会共同执行一个稽查取缔的作业。每天同时呢，至少会有2组稽查人员，一组大概有2个人呢，会进行现场的一个稽查。因应这扩大禁薰的区域，商业处伫大稻埕码头5号水门有设临时食薰的所在，有搭设透明的大布棚，并且有挂真明显的布条。不过离年会大会要行15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南窑宫立会安坐咧闹节，所有一阵不明人士伫咧队伍内底灌篮扮做土地公的募款。南窑宫是赶紧出来配合嘛，提醒大家，这寡人拢毋是庙方的人员，都毋通互人骗去。信众伫街路诚心参拜，庙会周边盛大热闹咧。要毋过街路出现一尊土地公，摕一个元宝阿爸沿路发送糖仔饼，随后就有信徒摕100块放入元宝阿爸内底。另外还有一阵人士摕顶篮发送洗手募款。因的意思尔，所以若无甲勉强啊。所以恁这毋是庙的就对啊。啊，阮这个做要20多年啊，了个意思啦，啊，人家老咧甲讲好话尔，无安那啦。啊，钱是不是？啊，伊若要互阮就互阮，毋互阮。啊，钱要收去倒位？收阮遐啦，啊，无偌济啦。这阵不明人士随即就赶紧离开，强调只是来到闹热。中华关店古迹南窑宫因为长期有插头就去后去闭去的情况，为2023年对正殿、护梁加山传殿进行大修，经过1年多时间，第1工程完成。331除了举行开庙门，也举行妈祖入会安坐大典。不过传出有人请求利用这个机会收钱还是募款，庙方已经派员去了解情况。那个不是我们南窑宫的人哦，请各位民众注意一下都你要给就给啊，但是就千万不要给啊，因为这长久以来的一个有人就是趁这种机会啊，广拿给手机嘛呢。那这时候如果他没有说他是庙方的人员，其实不会有诈欺上的一个问题。那在此也呼吁民众，如果有人要向你募捐，请问明他的出处单位，以及跟他要妥捐赠收据。律师为法律的观点分析，这算是一并且行为，期间也无款务，也是强行要求的行为，无构成诈欺。用个民众若面对有人要募捐，也是爱问清楚单位甲用途，我爱甲因提捐赠收据，才会当避免争议。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即马过年，真侪人拢真爱去庙里点灯。时代咧变化，即马连宠物动物伴嘛会当点灯，也会当收惊。即马市动物处嘛有特别整理新北市伫咧市内有9间庙，拢有提供相关的服务。道士点香，准备要来甲狗仔相惊。道士讲，不管是人也是动物，只要有性命，拢有原性。所以即马有真侪民众会带出来的宠物去相惊，甲点平安灯。狗仔的主人表示，伊已经连续摕厝内底的狗点灯4年啊，也感觉点灯有差。
点灯了狗仔有较乖。会觉得虎也有在保佑啦，然后再加上说它目前到现在都很健康，点跟没有点的差距，我是觉得真的会比较乖，我觉得比较乖。生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生病，连感冒都没有。有伊的原型，伊嘛有伊的运，所以讲伊的运咧，咱就是用这点灯来照亮着伊这个生命，伊的原型的光彩。既然甲是生命，伊就是讲甲咱人同款，伊嘛去惊着，嘛受讲咱爱甲受惊。新北市市指这间庙的主委表示，宠物点灯甲一般的民众同款，会阁加一个平安符。庙有传200外个宠物平安灯的定位，即马已经立要满。庙嘛甲新北市动物保护处合作，鼓励用领养的方式代替买卖。3月底进行领养，也会当抽平安灯。饲主他会担心宠物的健康，跟说，我带回家没多久会生病，会干嘛？他这次动保处想说，就跟我们配合，来领养宠物，来抽平安灯这样子。他希望宠物带回家就平平安安长大。因应民众的需求和时代的变化，新北市动物保护处也特别整理清单。伫新北市有9间庙有提供宠物点灯的服务，点灯的收据留起来，阁会当去动物保护处免费注小狗病预防射，让宠物平安阁健康。记者陈心动、王志光新北报道。养那家己中部的镇南宫，即马要过年啊，嘛办活动，写春联、做红菇粿，佮牵出2只马，互民众来试骑，邀请大家做伙来斗热热。大人甲囡仔围伫岛外边啊，挂手锣啊，按照社区中部的指导，当咧体验传统的红菇粿要安怎来做。嘉义县中部乡中部村的镇南宫配合中部启程文化艺术基金会，伫庙埕来举办体验活动，要带民众提早来感受过年的气氛。红是一种福气的迄个象征嘛，所以咱过年拜拜啊，什么拢会用到红菇粿啊，什么让大家可以回忆到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啊，和这社区的妈妈他们也可以来参与。我觉得它粉丝的很 Q， 很好吃。这是我第一次做过，就是觉得很有趣。以前没有体验过红菇粿，然后因为又在那个庙埕前面做，所以就有过年的感觉。除了红菇粿体验以外，现场阁有30多位社区书法班的老师甲学生，免费替民众来写春联。启程文化艺术基金会阁伫现场安排2只真正的马仔，互民众来骑。头一届坐伫马仔顶面，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深刻。提供2匹马来这里让小朋友啦，或者是有一些想要常常那个完成骑马心愿的在这里这些人们来参与这骑马活动。看起来感觉就是很震撼啊！就是有这个活动，我就很喜欢去尝试它，要不然我也没有机会啊。在台湾骑马，你一定要到马场去啊。平常我们很少看到。镇南宫表示，庄卡人口的外流，地方愈来愈无过年的气氛。透过活动，唔但向少年人来延续传统的文化，嘛增加民众对在地社区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2026年世界骹球赛，这届是分散第3国16座县市来比赛，各地饭店、交通拢是大挑战。另外，美国有11座美式骹球场馆，拢爱经过改造，才会当做世界杯合格的场地。有影嘛是大工程，来看咱的详细报道。SoFi体育场造价超过51美金，目前是职业美式骹球洛杉矶公羊队加闪电队的主场。今年热人伫这座世界上贵的体育场馆，要进行包括主家美国队首战巴拉圭在内的5场小组赛，2场32强赛加1场8强赛，总计8场世界杯的比赛。而且场内原本的人工草坪，嘛会加装排水系统，下底改铺有纤维固定加强的天然草皮。We'll have actually a natural sod grass field. The sod that we'll provide is actually an accommodation to the FIFA pitch research team. In the March of 2025, we actually built a test pitch for those 2 doubleheader matches as well as the U.S. women's national team. Players loved it. We've got rave reviews from FIFA. 2026世界杯头摆扩大到48队参赛，赛程延长到39日，嘛增加到104场。美国运输部估计将会成600万游客来到这，安尼会对交通带来压力。旅馆订房甲短期税厝，现出时嘛已经正抢市。In terms of overall nights booked, cities like Mexico City, Boston,
Los Angeles and Seattle have seen the most overall bookings. But then when we look at the highest growth rate, we see a lot of the smaller cities like Monterey and Guadalajara in Mexico, and Kansas City and Dallas in the U.S., where we're seeing bookings up anywhere from 6 to 10 times what we saw this time last year. 估计加拿大加州世界杯就会带来超过5亿美金的经济效益。公司新闻张汉、宋晓云，美国洛杉矶报道。科学家上新的发现，因为受到这全球暖化影响，南极徛高生炭时间提早要1个月。安尼这徛高囝若出世的时阵，这食物甲空间拢会无够。科学家就惊讲，这资源若变少，徛高为着生存，竞争就会变甲愈激烈。南极徛高的生炭期通常伫热浪，大约是11月到2月，这是因做收补能甲摇囝的关键期。不过科学家发现，伫2011到2021之间，徛高的生炭时间提早10天到24天。因为南极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当地伫这10天的平均温度增加3度。科学家认为这两件代志可能有关联。The time at which you breed needs to coincide with the time.With most resources in the environment. And this is mostly food for your chicks, so they have enough to grow, but it's also like the rain, soil for which to breathe on. 生炭的时间提早，代表徛高囝孵出来时，不是食米甲生存空间上量上的时阵。科学家烦恼生存竞争可能会变甲更较激烈。不过徛高族群到底会出现什么变化，也阁需要科学家长期研究。镜头转到智利，因为环境变迁来受害的动物，搁有伫大火中走失的猫仔狗仔。智利顶礼拜爆发森林大火，已经成25000公顷的土地，有5万人撤离，人类赶工逃命，煞有真侪猫仔狗仔放杀伫原地，无法度家己逃脱。无论警方还是民间，拢出动兽医救伫遮受到大火侵袭的毛囡仔。Pucha, ayer apareció mucho animal calcinado y a medida que la gente va retirando los escombros para poder, yo me imagino que volver a construir un hogar, van apareciendo más animales quemados, ya sea gatos o perros con su vibrisas, sus orejas quemadas, las patitas sobre todo.hay que manipularlos con mucho cuidado. Ayer estuvimos con un chico. 气候变迁愈来愈严重，毋但人类受到影响，甲咱同齐住伫地球的动物嘛做伙受牵连。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加拿大海洋世界伫咧2024年经营要落去关门了后，原来也有几只海岸甲海底无人照顾，恐惊却安乐死。但加拿大政府才宣布讲有条件来允准甲这的海岸甲海底送回去美国，不过这其中也充满变数。北京伫水池中收来收去，看袂出前几日假的风影。不过其实一直到加拿大渔业部长伫日发声明宣布有条件批准因出口至美国，这群北京才暂时逃过一劫，免防安乐死。Back when I became a whistleblower in 2012, I was forewarning that the infrastructure, the life support system was crumbling, and we're witnessing the nightmare that we had forewarned as whistleblowers. 早伫海洋世界2024年热天关门卖出去之前，园中的鲸豚生存环境就真受批评。2019年到达已经有20只海翁来死亡。It's what's killing them. The water's killing them. The water and the failing system. 唔是干那环境歹尔，照顾能力嘛真欠。Because we were spread so thin, and that's why the tanks were never as clean as they could be, and that's why the whales, to me, did not get enough enrichment and the observations that we have to do every day. 更加害是海洋世界爆发财务危机，鲸豚连旧后的水池就袂大只。园方去年就想要甲30只北京、甲4只海底卖予中国水族馆，互当局以违法拒绝。转移计划冻点落园危险，若无政府金援，也是1月30日进前得到出口许可，敢若会当将北京安乐死，引起社会议论。If this was your mother or my sister or my aunt, we wouldn't be hav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euthanasia and killing them. We'd be having a conversation about what can we do and how can we do it. 海洋世界情员工也讲，园方有钱，却唔愿照顾这个鲸豚。园方指出，这甲美国的4间水族馆联络接手的代志，其中3间已经坐访过落园，不过强调单移到也阁伤早，阁有进出口的定数爱行。总讲一句，鲸豚的这条救生路也阁有定的关卡。公司新闻林义祖编译。
天气报你知，今日冷气团对豆豆减少，早时甲暗时共款真寒，爱注意天气变化。拜二甲拜五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毋过甲拜五开始又过有一阵大陆冷气团的到归，北部甲东半部又搁要开始落雨啊。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3度至17度。中部地区14度至22度，南部地区14度至25度，东部地区14度至23度，外岛地区10度至18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